行公義，好憐憫，揭盡教會醜聞。逢星期日中午12點，門徒公義。好，歡迎大家收聽門徒公義，今集有我 Howie。如果喜歡我哋嘅節目，除咗訂閱我哋嘅 YouTube， 記得讚好埋我哋嘅 Facebook、IG、MV 同埋 Patreon 啦。今集呢，我又請咗位特別嘉賓，就係散會時代 Kenneth。Kenneth 你好。你好，Howie。咁 Kenneth 咧就係趁年青學釋經嘅創辦人嚟嘅。嗱，咁點解會請 Kenneth 咧？咁話說啦，喺上個月嘅時候啦，教會普查公佈咗，咁我曾經請過 Kenneth 咧，就講下對於教會普查同埋對於香港基督教嗰個嘅睇法啦。哇！嗰集嘅反應非常之好啊，差唔多創咗我哋成個月嗰個瀏覽新高喎。咁啊，可能大家都好中意 Kenneth 嗰個嘅分享啦。咁所以呢，今集我又請佢上嚟啦。嗱，咁因為 Kenneth 本身呢，以前喺香港呢，都係專門從事青少年事工嘅。咁今集呢，我又想講多啲呢，教會普查裏邊透露出原來喺過去咁多年啦，即係香港嘅教會呢，嗰個青少年會眾呢，流失得非常之嚴重嗰一樣嘢咁樣啦。嗱，咁啊 Kenneth 首先呢，我就想問問啦。咁我知道你以往喺香港教會侍奉嘅時候呢，就專門從事青少年嘅事工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首先多謝 Howie 再次邀請先啦，咁啊等我有機會再作出少少嘅分享。咁咧有關呢一個青少年事工嚇，即係我自己做傳道人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只係做咗4年嘅啫，日子係唔算長嘅。我係半途出家嘅嚇，我之前咧係做大專嘅講師嘅。當然啦，呢個都係一個青少年嘅工作，咁所以我嘅優勢咧就係其實我係有教外同埋教內嘅觀點㗎。青少年事工咧就未必算係好豐富經驗啦，但係對青少年咧我就超過20年嘅經驗啦，咁都算係豐富啦。你話講到經驗咧，我會覺得做青少年工作其實好多時係單打獨鬥嘅。比較好嘅資源嘅教會咧，可能會請多一個幹事啊，青少年嘅幹事，咁啊2個人拍住相咁樣樣。咁但係多數咧都係一個人就踢晒腳㗎啊，甚至有啲教會就係請半職嘅青少年傳道咁樣樣。我自己最深印象咧，嗰4年裏邊咧就係參加咗一個叫做東區校園事工網絡啊。咁佢好犀利嘅，咁可以稍微講下啦。咁佢係聯繫晒所有東區嘅教會喎嚇，你知道香港島嘅東區多數都係住宅區嘛，亦都比較平民化嚇嗰啲教會。點做呢？呢個平台啦，呢個網絡啦嚇，就係用網絡嘅名義啊，去啲中學嗰度咧叩門喎。咁啊，如果嗰間中學咧願意嘅話咧，就喺呢個平台裏邊嘅教會咧，嗰啲嘅青少年嘅同工咧嚇，就一齊入去嗰間學校嗰度做學生工作，即係邊個得閒就邊個去做，或者邊個近就邊個去做。呢一個模式咧，我就覺得係好成功嘅喺東區。咁但係咧就唔係成個香港都有啊，即係有啲區咧係搞極都搞唔成嘅啊。尤其是嗰啲我發現咧，即係資源比較好嘅區咧啊，佢覺得自己間教會自己搞都搞得掂啊，咁啊唔需要咧入呢啲咁嘅網絡平台啊。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經歷啦。就成20幾年唔同嘅教內教外接觸青少年嘅經驗咁樣啦 ，Kenneth。嗱，咁其實教會嘅青少年人數呢，咁多年以嚟呢都不斷下跌啦。咁而堂會喺回應社會議題啊、年長同埋年輕一代嗰個嘅溝通啊、雙方嗰個價值觀方面呢，經常都會被批評咁樣嘅。你作為一個有經驗啦，即係喺呢個青少年事工方面嘅傳道人，有啲咩睇法咁呢？即係我想客觀少少啊，咁咧就沿用翻上次講咧2個歷史嘅片段啊，一個就係100年前國內嘅本色化運動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香港70至90年代經濟起飛嘅啊。呢2段嘅歷史，我覺得都可以解釋到而家嘅現象嘅。咁首先咧，上次講到啦，本色化運動咧其實係證明咗華人教會係一個好初階嘅階段啊起步，並且咧，佢好想發展，但係咧去到40年代度咧就大家都明啦嚇，因為好多原因咁啊停咗發展喎。咁咧就同西方最大嘅差異咧就係冇咗嗰種學術討論嘅基礎啊，冇咗一種咧即係大家有唔同見解嘅互動啊。
咁所以咧嗰個發展咧係非常之緩慢，非常之有限。咁啊，去到第二個階段，70至90年代經濟起飛啦嚇，咁咧就係有人數同埋資金嚇、產業啊等等嘅上升啊，咁但係咧信仰嗰方面咧其實係冇突破嘅，即係主要都係沿用翻一個本色化運動，唔係好成熟嘅啊，或者甚至我形容係初階嘅一個信仰嘅發展咧，去繼續發展間教會。我自己覺得咧就係金錢變咗咧係一個好重嘅重點啊。呢個係兩點啦嚇，去到第三點咧，不能夠唔講嘅咧，就係互聯網時代啦。呢班嘅青少年咧，其實佢哋係生於同埋成長於呢一個互聯網時代嘅。我覺得最大特色互聯網時代係咩咧？就係資訊嘅流通量係幾何級數咁樣上升啦。而呢一個互聯網嘅階段發展咧係好快嘅，即係好快有一個階段，好快有一個新嘅階段嚇。姑且數一數啦，例如最開始就係網站啦，係嘛 send 電郵啦，咁啊跟住咧就係黐住部電腦就去做嗰啲 ICQ 啊咁樣樣啦，又流行咗一段時間啦。咁跟住就係社交媒體啦，即係 Facebook 嗰啲啦，然後就去到智能手機嘅時代啦。咁去到而家呢一年都好流行，當然就係 AI 啦。哇！呢個真係咧20幾30年咧就有好幾個嘅階段啊！哇！所以咧係好快。所以即係嗰個資訊接收嘅方式亦都好多，人嘅互動嘅方式亦都好多。即係除咗面對面之外，其實網上面都有好多嗰個人與人互動嘅方式。嗱，有咁嘅背景咧，就可以講一講啦。青少年人同埋華人教會之間有一種嘅，即係唔係好接駁到唔係好協調啊。咁首先華人教會就係之前亦都講過啦嗰個奮興屬靈派係比較個人、比較內在嘅信仰嚟嘅。堂會同埋社會之間咧，交接嘅地方好少啊。但係青少年咧喺互聯網嘅時代咧，哇喺教外得到大量嘅資訊喎，係嘛？亦都咧可以喺網上面討論好多社會議題喎。但係返到教會咧，反而係嗰個空間係唔多嘅。嗱，另外一個點咯，就係嗰個經濟起飛啦，所帶嚟嘅現金啊、物業啊、教會人數咁樣，哇，全部好似同啲青少年冇關係喎，係同嗰啲教會嘅領袖有關係啊嘛。當然啦，再加上一個因素啦，係嘛？即係華人教會傳統咧重視呢個山頭啦，重視呢個比較重視呢個權力嘅。咁呢啲嘅年青人啦後起之秀啦到底係幫助定係威脅咧？咁樣樣呢個好睇領導同埋領導階層嘅取態。仲有多一點喎就係呢一個好多時教會咧都係以一個魅力型嘅領袖去帶領嘅。而呢啲嘅魅力型領袖咧，好多時都傾向由頭帶到尾，係啦，由頭帶到尾。咁呢個大家都了解我想講咩嘢啦。仲有其他嘅原因嘅話，教會都係行政主導咗啦。上次都有講過。咁而一班熟悉呢個行政架構嘅人咧，佢又可以用一啲行政嘅方式咧，令到自己繼續喺教會嗰度做領導喎。呢個領導有冇青少年人份咧？佢預唔預班青少年咧？呢個唔知道。咁但係我嘅理解咧，就係好多時佢做開領導嘅話咧，咁都想繼續做落去啦都即係同頭先一樣啦。咁有唔少嘅人咧，都未必打入到呢啲嘅圈子嘅。咁所以咧，相比之下咧，青少年人咧就係缺乏咗資本啦，缺乏咗機會啦，係咪？因為都掌握咗喺教會嗰個已經建立咗嗰個基礎裏邊但係佢哋青少年人就掌握唔到嘅。堂會傳統上邊咧，唔係咁着重呢個社會各方面嘅議題啦。我都記得喺上一集咧都提過噶。呢度咧，其實我又想講講一啲我自己嘅睇法咁樣啦。我嘅觀察咧，另外亦都有啲教會係點咧？佢係有睇法嘅，不過佢啲睇法同年青人嘅睇法好唔同啦。講緊幾年之前嘅社運啦，對於青少年提出嘅嘢，佢哋就會否定啦，或者唔接受嘅。但其實佢哋本身咧又有自己啲嘅政見啊，或者支持權力啊。咁我諗呢一個選擇性可能都係導致點解兩代之間會有嗰一個所謂可唔可以叫代溝呢？定係話矛盾啦，或者衝突啦？好嗱，其實早喺2014年嗰個教會普查啦，當時都顯示到有呢個青少年會眾流失嗰個危機喺度嘅。
咁我仲記得啦，嗰陣時呢，香港嘅基督教啊、堂會都話啊係，我哋真係要關注喎，我哋要做啲嘢喎，等等咁樣噃。啊點知過咗10年之後啦，最新一份2024年嘅教會普查顯示，唔係話青少年都係繼續跌喎，仲跌得更加犀利喎，跌咗差唔多成30%喎，得返33000幾人喎。哇！呢10年究竟搞咗啲咩呢？我又嘗試從頭先個框架再望一望，睇下有冇一啲嘢睇到出嚟嚇。咁咧就係嗰個經濟起飛啊嗰個時代嚇，香港咁咧去到1998年咧就停止咗啊嘛，flat out 咗啊嘛，上次講過。咁咧咁啱喺呢個時代咧，其實經濟起飛完咗咧，就係互聯網時代開始入屋啦，甚至後來就開始隨身啦咁樣樣。由1998年數翻落去2014年咧，就剛好係16年喎。咁即係話咧，嗰啲青少年咧開始長大啦，有獨立思考啦。喺呢個新嘅經濟時代啦，同埋互聯網時代雙重夾擊底下咧，除咗資訊非常流通啦，咁當時咧我冇記錯啦社會嘅上流嘅機會咧，亦都開始係減少嘅。而去到2014年因為教外嘅資訊咧，非常之流通，非常之發達，但係教內咧佢係少接觸社會噶嘛，相對嚟講，咁所以咧着跡開始出現，而且咧係幾明顯。咁去到2014年啦亦都社會變得更加複雜啦，係嘛？即係有一啲嘅社會事件出現咗，導致教會咧係進一步落後嘅。咁呢啲嘅客觀條件咧都可以令到青少年喺教會嗰度流失啦。第二點啦，亦都係先前講過喎，青少年咧其實佢唔係唔信係咪？佢係流失啫。咁流失咗去邊啊？去咗國際教會係嘛？呢個係香港呢一個獨有特殊嘅情況啊，即係東西文化嘅交流啊嘛。所以真係有一啲國際嘅教會喺香港嗰度咧就係建立啦亦都成長得幾好嘅。咁呢個係又好得意喎，即係變咗青少年咧有一個特殊嘅出口，佢可以選擇，即係華人教會咧。就已經係某一種嘅局限啦，咁佢就嘗試去國際教會嗰度咧，去繼續發展自己嘅信仰。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因為我覺得呢個又調翻轉係容許華人教會咧唔去改變喎。因為如果佢哋覺得唔適合嘅話，啲青少年佢哋仲有一個出路就係去國際教會，呢個更加反而調翻轉導致咧華人教會咧唔改變。呢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㗎嘛。就係華人教會，如果佢另一間華人教會咧比較老舊嘅一啲想法就係呢個係咪叫搶羊啊？但係咧我發現咧，如果啲青少年去國際教會咧，啲華人教會又唔係好大反應嘅喎。呢個好有趣。仲有第三點嘅就係咧移民啦，係嘛？當然就係你講2024嗰個普查嗰個數字，當然呢個係同呢個90年代信心危機嗰個移民咧都有咁上下嘅一個相似嘅狀況出現嗱，但係咧，我反而都想講講呢個結果係咩嘢就係青少年咁樣去流失咧更加多嘅華人教會咧成為咗銀髮教會銀髮教會嘅結果係咩嘢？就係啲青少年去到嗰間教會入邊會覺得，咦，哇，乜咁多長輩嘅，哇咁樣係幾拒諸門外嘅喎。即係我係青少年，我會覺得，喂，呢個教會屬唔屬於我㗎？喂，主要都係啲長者喎，銀髮族咁樣樣喎，嗰啲同聲同氣嗰啲人喺邊啊？咁呢個係幾負面嘅因素嚟嘅。即係我唔係話教會多老人家唔好係嘛？咁但係對於青少年嚟講，佢點樣融入嗰間教會咧？呢個係困難嘅。咁呢個亦都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啦。即係話華人教會會唔會就係青少年一路走，其實就一路變得更加銀髮？然之後就青少年更加唔願意再融入去呢啲教會。聽住頭先所講呢，我有2點回應下咁樣啦。第一呢，就係有好多近年啦一啲嘅青少年，轉咗去一啲嘅洋人教會啦。係嘅，呢個我都聽過咁樣嘅。例如啦，上年啱啱買咗某一間戲院，而家改裝成為堂址喺東區嗰一間呢。據我所知呢，嗰一間私人教會其實都好多本地嘅青少年咁樣嘅。而教會普查其實我知佢仲做緊一份呢，就係本地洋人教會嘅普查嘅，應該遲啲就會出版噶啦。咁到時就可以睇下過去5年呢一個趨勢係點樣樣咁樣啦。咁第二呢，就頭先提過
本地一啲教會如果走咗好多年青人，就剩翻啲長者啦，就變咗銀髮嘅教會，咁啊令到一啲青少年想入去嘅時候會見到，哇，成個老人院咁樣嘅，會有少少強暴。呢度我就真係完全未諗過呢一樣嘢啦。咁其實真係會變咗個所謂惡性循環啊！即係話，就算嗰間教會佈道啊、傳福音事工做得幾好，咁但係可能入到去全部都銀髮嘅時候，咁啊令到越嚟越少嘅年輕人。嗱，咁你都想問下咧，其實教會不斷流失青少年，會帶嚟啲咩嘢問題啦？即時諗到嘅，例如接班啊、侍奉嘅人手唔夠啊，或者堂會長遠嗰個增長啊等等，係咪呢一啲咁樣呢？你問我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就覺得嗰個睇法都係停留咗喺嗰個教會管理嗰個層面啦，係嘛？人手啊、增長啊、接班啊咁樣樣。但係我就想講一個比較再深層少少嘅問題嘅，就係嗰個信仰內容啊，即係教會裏邊嘅信仰內容，因為呢。頭先講到啦，可能好多教會其實佢教內嗰個教會傳統所教嘅嘢，都係源自100年前本色化運動嗰個時代嘅，嗰個就成為咗嗰間教會嘅傳統啦。呢個亦都係頭先我哋所講嘅，佢未必會因為嗰個時間一路流逝啦嚇，然後佢會有個進展喎，佢未必有啊。反而就係我自己會睇法，就係經濟起飛時代影響咗啊，以為教會嗰個發展呢，就係堂址啊、教會嘅大細啊、規模啊、人數啊咁樣樣。前面亦都提及啦嚇，華人嘅教會係冇嗰種學院式或者學術性嘅討論氣氛噶嘛。其實好多我自己參與或者喺網上面啊、Facebook 嗰啲群組啊或者其他嘅討論，都係會覺得堅持己見嘅人就好多嚇，淨係虛心去討論嘅就學習就未必咁多嘅。就算你話神學院有啦嚇，咁但係好多時係咪能夠將神學院嗰種嘅討論去帶翻入去教會呢？咁我又唔見到有好多嚇，因為始終讀神學院嘅人係少數啦，所以即係主流都係教會個傳統點樣教就係點樣做。上次亦都提及啦嚇，教會往往因為經濟起飛會有個成功方程式啦，咁都係重視翻啲錢啊、物業啊、人數啊咁樣。頭先都講過啦，奮青屬靈派亦都少問世事啦。咁呢個都係不變應萬變啦。咁所以種種嘅因素加埋呢，好多嘢就係當時代變咗呢，其實好多嘢都唔啱使嘅，好多諗法唔啱使，好多而家做緊嘅嘢，好多教會嘅傳統都需要作出修正嘅。因為佢唔變嘅話呢，就符合某一種經濟起飛時代特色嘅人呢，先至會覺得嗰間教會呢係適合佢參加嘅。咁變咗就係嗰個年齡層嘅人咯。咁而青少年咧就會覺得係格格不入嘅，因為佢已經係屬於另外一個時代啊嘛，互聯網時代嘅人嚟噶嘛，咁就呢個係青少年流失咧變咗係一個必然嘅現象所以教會要正視嘅咧就唔係淨係頭先 Howie 所講嘅嗰啲接班啊、侍奉人手啊嗰啲問題，而係教會需要咧超越經濟起飛時代，真正去進入呢個互聯網嘅時代或者係一個即係經濟已經係平穩，唔再係不停上升嘅時代咁喺呢個互聯網嘅時代係嘛？我自己覺得啦觀察好多教會嘅網站都係最多係乜嘢啊？直播崇拜啦或者係將崇拜好嘅咧就會將嗰個講道 cut 咗出嚟，就擺上自己教會嘅網站。有啲就直頭係成段直播嘅崇拜咧就係擺上網啦咁繼續喺教會嗰個網站嗰度播。咁但係頭先講到啦，互聯網時代有好多嘢噶嘛譬如網站啦簡單嚟講，我以前自己查經嘅時候咧，真係好氣餒嘅即係嗰個咩武林英雄帖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或者係呢個查經資料大全啊，哇佢裏邊嗰啲內容係講緊好多係100年前或者100幾年前嗰啲西方嘅著名嘅聖經學者啦，或啲翻譯嚟嘅，哇揾到我咧真係都好氣餒。咁後來咧我就直頭轉咗做英文就算喺教會大查經，我用英文翻譯翻做中文，咁我就覺得自己都學到好多嘢啦。否則呢，話當時咧都講緊10幾年前嘅咁而家多咗好多好嘅網站啦譬如我今朝都特登再望一望，有個叫做聖經研究所或者有一個叫聖經共享聖經共享就係香港網站嚟嘅，咁做得好靚嘅咁多咗呢一類咁樣嘅網站，而家好啲咁但係仲有就係嗰啲通訊軟件呢。社交媒體呢，我就要問一個問題喎，就係到底教會
即係如果青少年人自己喺網上面有咁多溝通嘅渠道，咁教會嗰個溝通唔好講話同青少年啦，係嘛？同所有人嗰個溝通做成點呢？咁當然啦，而家咧就進入咗 AI 時代啦，係嘛？亦都好老實講喎，一個有心尋道嘅人，佢要尋求信仰以前上網都已經越嚟越多資料噶啦。哇！而家問 AI 簡直就係聚會都唔使返啦，我覺得係嘛？如果你喺教會唔係好識人嘅話，聚會都唔使返，已經可以你嘅信仰問題已經可以答晒。我哋就要諗一個問題，就係教會有啲乜嘢嘢係不能夠取替我相信呢，其中一樣嘢取替唔到嘅就係人與人之間嘅真誠嘅交流同埋關係。即係有啲嘢係教會裏邊人嘅互動先至可以產生嘅嘢，互聯網AI 係代替唔到嘅。好啦，咁於是又要問一個問題啦，咁就係華人教會喺呢方面到底做成點樣呢？好大啊！呢一個嘅範疇，我嘗試演繹下講緊信仰內容嗰方面啦。就係因為青少年嘅持續流失啦，咁教會就剩翻啲所謂銀髮一族啦。佢哋喺個信仰內容方面呢，未必會再與時並進啦，甚至固步自封啦，唔會再去改變啦。因為想改變嗰批都走咗啦。就算有其他年輕人入到去嘅時候，一睇下，咦，佢哋咁樣信法嘅，或者佢哋咁樣講法，就更加覺得會格格不入。好，咁啊 Kenneth 最後一題啦。嗱，如果今日嘅教會要亡羊補牢啦，希望補救啦，停止青少年會眾繼續流失啦，你作為一個過來人，有啲乜嘢建議呢？我自己睇呢，就係好多時，因為某啲教會啦，仲好可能係好重視人數嘅。咁佢青少年走咗，咁佢傳福音啦。咁但係嗰個人數上面可能係冇乜改變，但係呢嗰個平均年齡呢，就已經係越嚟越大啦。頭先講到啦，係咪好多教會喺一個不變嘅情況底下，佢好可能只係適宜某一個年齡層嘅人某一個社會背景嘅人佢去參與呢啲教會。咁因此呢個問題就係在於要變。咁我就有兩個諗法嘅，不嬲都一個呢就係教會呢應該去 all in 去做青少年嘅。咁當然呢個嘅做法係產生唔少嘅問題啦，係咪？例如教會裏邊嘅人其實好多都唔適宜做青少年工作嘅。舉個例啦，我以前侍奉嘅時候咧，都同個主任牧師咧坐低差唔多逐個會眾去掃下到底有冇人可以幫下手咧？咁青少年工作上面，咁其實都發現係難嘅，好難揾。一來香港人工作時間好長啦，有啲佢可能係適合嘅，但係佢個工作本身知道佢好辛苦，咁啊好難做。咁另外一啲就係佢可能有心做，但係佢喺一啲青少年嘅心目中咧，又未必係一個適合嘅人選可能會有反效果嘅。咁呢啲又係未必做到，所以呢一個諗法教會應該 all in 做青少年呢，我覺得係需要做，但係呢喺實行上面呢係未必做到，缺乏嘅就係一啲人嘅因素啦適合嘅人最主要係做導師嘅人。咁第二個諗法呢，於是就衍生咗啦就係一啲如果係由青少年主導嘅新嘅教會，舊嘅教會呢係應該喺資源上面呢去提供資助嘅，又或者係一啲教會如果佢諗住建堂嘅，佢可能建堂嘅時候呢係應該多一啲側重去做翻一啲青少年嘅工作或者個比例上面應該比一般原本嗰個母會呢係應該多嘅。咁呢個係另外一個諗法啦。咁喺呢一度呢，我就會覺得係有一個角力喺度嘅。嗰個角力係咩嘢呢？就係即係到底係堂會大即係你要維繫間堂會定係個信仰大呢？有啲嘢呢，我覺得你要去造就咗他人呢，好難避免自己要犧牲。最簡單係咩啊？最簡單咪就係耶穌基督要成就救恩，咁自己咪就係喺十字架上面犧牲咯，係嘛？咁呢個係唔係華人教會可以做到嘅嘢呢？咁呢個又交俾聽眾去自己做個判斷。我聽上嚟都好悲觀啊！一係就唔夠導師，一係有經驗嘅導師又唔夠，最好就係 all in 一間新嘅教會。咁但係似乎就好多現有嘅堂會又未必真係能夠做到啦。即係我覺得喺資源上邊
可以做得疏爽啲啦，嘗試即係咁講。啊，即係每一次同阿 Kenneth 去做節目啦，或者睇佢喺趁年青學識經嘅文章呢，我都會學到好多嘢啊，開啟一啲我以前未諗過嘅嘢㗎，真係。今集都多謝 Kenneth 再接受我哋訪問啦。係多謝 Howie 嘅邀請，係再次多謝。好啦，最後呢，我哋有啲台務報告嘅。咁一套關於基督教嘅電影《不赦之罪》呢，就將會喺下個月上映啦。咁我哋同呢套電影嘅發行商呢，就合作搞咗一個送飛嘅活動啊，送出10張嘅門票。咁參加嘅辦法咧就好簡單嘅，只要大家掃描熒光幕嗰個嘅二維碼啦，入到去回答一條簡單嘅問題，同埋填寫你嘅個人聯絡資料咧，就會每人送出2張嘅戲飛啦。咁先到先得嘅，快啲參加啦！嚟緊呢個禮拜5嘅夜晚呢，我哋會舉行一個網聚啊！咁我哋搬咗入嚟觀塘呢個嘅地方呢，啱啱好1年，咁所以今次呢就會慶祝我哋搬遷1週年嘅。咁如果大家想報名嘅時候呢，就可以去返我哋嘅面書啦、IG 啦、MeWe 啦、Flash 啦，填咗資料，咁我哋就有專人聯絡你㗎喇。咁另外呢，門徒小隊而家就收集緊蚊香啦，希望喺呢個夏天裏邊呢，可以供應俾港島區嘅無家者足夠每日使用嘅蚊香，等佢夜晚嘅時候呢，就唔使蚊叮蟲咬啦。咁如果大家想捐出嚟嘅時候呢，可以透過 WhatsApp 或者 Signal 551-00852去聯絡我哋嘅。好，今集節目就到此為止，多謝大家收聽，拜拜。點解佢會喺度㗎？呢度教會嚟嘅，人人都嚟得。我問你點解佢會喺度啊？你得問耶穌，我嘅弟兄得罪我寬恕佢7次可以嗎？耶穌回答佢話：唔係7次，係70個7次。你犯咗咩事去坐監啊？我是在罪孽裏生的，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從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呢個可能係神嘅意思。你咪黐線㗎！佢強姦咗我哋個女啊！你咪想我死先去原諒我啊？我係想你死，但係唔係就咁死。生活王國至尊會員計劃，會員年費499，迎新禮物3選1，你可以揀 T3 一盒。迎新禮物仲會不定期更新㗎，只要憑生活王國會員卡，你可以享有生活王國正價貨品85折優惠，而特價貨品就有95折優惠。而喺生活王國嘅伙伴商店同埋指定嘅尋老美合作餐廳消費，仲有特別嘅折扣㗎，快啲加入會員啦！位於荔枝窩嘅陸續有來，為香港人提供一個洗滌身心靈嘅空間，提供各項活動，包括1拍2食、生活體驗、生態導賞、耕田、自修、舞蹈、歷奇訓練、手作，歡迎團體或者機構租場舉辦退休會、工作坊，即刻打電話93353947查詢啦！撐起良心店鋪，門徒公義推出免費廣告計劃，歡迎所有良心店鋪參加，打破固定收費模式，由你自由捐款支持，掃描呢個 QR code 立即登記啦！門徒頭條，每逢禮拜3黃昏6點5直播，同大家直擊頭條新聞。門徒講野史，每一個月第一個禮拜6，同大家論盡基督教歷史、文獻、神學。請大家繼續支持門徒媒體，透過 PayMe
PayPal 轉數快，課金俾我哋。